周慧敏3月嗰陣喺上海舉行演唱會，同曾比特合唱嘅片段被網友瘋狂抨擊，力斥女神唱得差。事隔幾個月之後，周慧敏再有災難性演唱片段流出。日前有疑似前行內人士分享咗一段周慧敏演唱片段，只係見片中周慧敏着住粉紅色露肩花裙，獻唱金曲《留戀》，但係把聲完全不在狀態，以斷氣式唱法演繹歌曲，即刻受到大批網友批評。然後在某一天輕輕走過。其實有 fans 就話周慧敏由2018年開始已經係咁，有網友都提出佢應該係聲帶出事，亦都有唔少人留言勸佢好好休養，以優雅嘅方式老去，唔好再大搞歌唱影響聲帶。